Good morning, sir。好，去街。3月份有朋友生日，喺香港食玩咗幾十年，今年試下拉大隊去深圳唱 K 鋪飛，揀咗福田區嘅蕭邦音樂會所，貪佢交通方便，價錢平，食物豐富，好多廣東歌，一句講晒，性價比高。自助餐嘅時間由11點半鐘開始，我哋預訂咗12點至到3點。喺前台辦理咗手續之後，職員就幫我哋戴上咗手帶，以作識別，然後就可以搭電梯去指定嘅樓層。我哋一行6個人，房間唔算大，但係合理，有獨立嘅洗手間。我最中意佢嘅洗手間喺房外邊，咁會更加衛生。入咗房之後，行翻出嚟，我哋沿途睇下有啲乜嘢食。先知有2種唔同嘅燉湯，然後有蒸薯仔、番薯、淮山、茶碗蒸、家鄉釀涼瓜、咖喱牛腩、鮑汁扣鳳爪、醬骨架，有飯、三絲炒米粉、臘味炒飯、上湯春菜、水煮魚、泡椒炒牛蛙、孜然醬爆魷魚、小龍蝦、黑椒焗 T 骨豬扒、葱油雞、江巴肥腸、反沙芋、香煎粟米餅、香煎餃子、雞扒、鐵板牛扒、醬香爆汁腸，又有黑椒 T 骨豬扒、香煎紅魚、手抓餅、荷包蛋、蒜蓉蠔、串燒，包括咗有雞軟骨、蝦、腸、魚蛋豆腐。炸物就有台灣鹽酥雞、天婦羅蝦、泰式魚柳、蝦片、芝麻草餅、薯條、煎堆仔、黃金南瓜餅。燒味部有叉燒、芝麻雞、燒雞、燒鴨。港式點心都有好多，包括咗有鳳爪、排骨、牛肉、糯米雞、馬拉糕、魷魚、鮮蝦燒賣、叉燒包、蝦餃、流沙包、粉果等等。我第一次去攞嘅時候呢，都仲有好多蝦餃，但係之後再去攞嘅時候呢，蝦餃就已經冇晒，亦都冇再添貨。凍海鮮區有青口、欺凌魚、凍蝦。嚟到呢度我就唔推介食凍海鮮啦。當然係食新鮮蒸海鮮啦，蒸海鮮都有好多種，都係以當日店裏邊出品為準。而當日就有蟹，好多種唔同嘅貝類，扇貝、青口、紅口貝、尾貝、大沙白等等，講都講唔晒，分都分唔到。然後有蝦，你睇下啲蝦，隻隻都好生猛。海鮮全部都係由職員負責去蒸，你睇住時間，夠鐘就走埋嚟排隊攞。當時已經蒸好咗嘅有桃膠、燉木瓜，其他嘅都仲有幾分鐘，所以我見到最後呢一盤仲有20零秒，我就企定喺度排隊啦。一打開一盤蟹，非常嘅新鮮，蟹嘅香味撲鼻而嚟，仲有即場白灼嘅高湯山滾粉麵，配料都有好多，有脆肉丸、豬肝、豬心、瘦肉、墨魚丸、牛丸，有機菜，有好多種唔同嘅菇同埋粉麵俾你選擇。仲未完㗎，仲有葡撻、酥皮湯、老婆餅，多款唔同嘅麵包。披薩就有煙肉粟米披薩、榴蓮披薩、甜椒雞扒披薩，仲有朱古力噴泉。配料又有車厘茄、棉花糖、糖、餅乾等等。飲品區有水果茶、牛奶茶、熱茶、咖啡、軟雪糕等等。喺入門口嗰度有好多種唔同嘅樽裝、盒裝嘅汽水、綠茶、甜品凍櫃，有好多種唔同嘅奶凍、蛋糕、卷蛋、Tiramisu、酸奶芝士慕斯、覆盆子慕斯、布朗尼開心果蛋糕、芒果同埋士多啤梨慕斯、粉紅豬仔。咦，入邊有2隻間諜混咗喺度添。食物仲隨住唔同嘅時間推出咗唔同嘅食物，譬如話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冇晒牛扒，居然轉咗鵪鶉，已經好多年冇食過鵪鶉，真係一個童年嘅回憶。好可惜佢煮得太乾，如果有翻啲肉汁，應該會更加好食。鵪鶉咁細隻，唔使煮咁耐。之後仲有唔同嘅海鮮已經蒸好咗，有蒸蝦、蒸蜆、粉絲扇貝，仲有好大隻嘅蚌。總結一下，食物大部分都試咗，基本上都係好味嘅、新鮮嘅，調味合適，
唔會太鹹或者太甜。我最中意啲蒸點心、蝦餃、排骨、燒賣都好好食，蒸蝦蒸蟹好新鮮。蟹我食咗4隻，雖然係細細隻，但係隻隻都好鮮甜有膏。朋友話燒蠔好好食，食完咗2隻再食多幾隻。水煮魚好嫩滑，魷魚好惹味。中意榴蓮嘅朋友唔好錯過佢嘅榴蓮披薩，佢嘅榴蓮蓉好軟糯，我食咗3件。朋友話食榴蓮一定要配埋可樂。可惜每日嘅餐單真係要視乎當天有咩來貨，所以咁啱我嗰日就冇烤榴蓮，亦都冇蒸鮑魚。講到缺點，熱食蒸住係熱騰騰嘅，但係拎到返房個冷氣又夠涼，所以放一陣間就唔夠熱。我食咗一隻燒蠔，我就嫌太腥，食咗第1粒嘅蜆，竟然有沙嘅，好彩之後嘅都冇，所以真係睇彩數。最失望嘅我應該係甜品，啲甜品有甜味，但係唔夠香味，食完咗都唔知自己食緊啲乜嘢，究竟係栗子啊定係芒果啊咁。只係有抹茶同埋覆盤子係比較出色一啲。咦係，我哋好似搞錯咗，我哋唔係正式嘅食自助餐，而係 K buffet。但係食自助餐，我哋都食咗2個幾鐘，所以得返少少時間唱 K。下次再嚟，真係唔好淨係買3個鐘頭，要買夠5個鐘先夠。為你鍾情，傾我至誠。K 歌嘅種類有好多種唔同嘅語言，朋友點咗好多日本歌，全部都冇出到嚟，明嘅就明啦。廣東歌、英文歌都 OK 嘅。我哋成班都係唱舊歌嘅人，喺香港好多卡拉 OK 都變晒演唱會版本，呢度都仲有得唱。講翻價錢，呢條片係自己俾錢，唔係廣告嚟㗎。標價係每位成人3小時卡拉 OK 連自助餐198人民幣，但係門市通常都會做特價133。5個鐘298，特價188，經美團買團購可能會平一啲。睇清楚日期，星期1至5可能會平一啲，但係如果你星期6日先至可以上嚟嘅話，就千祈唔好買錯，一定要買翻可以俾星期6日用嘅。要計算好人數，我哋今次一行6個人，5+1係6，4+2，3+3都係6。以我哋當日嚟計，3個人3小時298人民幣就已經係最平啦。買2張596，食飽飽玩足3個鐘，每人都唔使100蚊人民幣，真係好平。如果我哋買嘅係5+1，就會變成咗618+133，一共係751人民幣，每人就要俾125蚊啦。但我哋遇到訂位嘅問題，希望如果知道嘅朋友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，教下我哋點做。撳預約鍵嘅時候要打內地電話聯絡店方。我喺香港，我會刪咗內地電話卡。如果開啟張卡嘅話，就要收漫遊費用。朋友有1卡2號，但係喺香港打內地電話，同樣地會好貴，就好似 IDD 咁。咁 Apps 裏邊嘅訂位又揾唔到點樣去使用呢個美團優惠券。最後我哋揾咗喺內地嘅朋友代我哋打電話訂位，咁樣做就會好麻煩。另外加場時間，我見到喺美團入邊有85人民幣，但係佢冇寫到斜撇人數，咁即係85蚊係指房間嘅價錢。無論你係3個人，呢個係6個人，都係85蚊。有真實試過嘅朋友，請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！唔該晒。最後講埋路線，如果喺羅湖過關，坐1號線4個站就可以到科學館站；如果落馬洲過關，搭4號線2個站去到會展中心，轉返1號線，再搭多3個站，同樣地都可以去到科學館站。1號線由 D 出口出其實會比較近，因為行去 F 出口喺地底裏邊要行好耐。D 出口出咗之後轉右手面斜對面，你就會見到蕭邦。當然如果你怕熱或者落緊雨，由地底行去 F 出口出咗之後轉翻轉頭就已經到達㗎啦。Goodbye, goodbye, sir.